若是讲到世界级的台湾作曲家，大家想到谁呢？伊是一位受到日本、中国甲国民党政府打压的神秘作曲家。伊伫30年代的国际乐坛发出显目的光彩，予受日本压迫的台湾人真大的鼓励。这位缘投阁有才情的大明星，就是台湾的江文也先生。伊伫1936年以台湾舞曲拍败各国上优秀的作曲家，得到柏林奥运作曲特别奖。像这款的音乐天才，是安怎样台湾人险险甲伊放袂记呢？你讲过，我来听。这集要讲的是世界出名的作曲家江文也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伟婷，真欢喜大家来听阮你讲过我来听的节目。伫每礼拜二，阮要来讲台湾人的故事。今仔日的故事主角，会当讲是台湾音乐界的传奇人物。各位听众，恁敢知影台湾奥运得奖牌的第一个人，竟然是一个音乐家，毋是运动家。伊就是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主角江文也先生。江文也伊出世伫台湾，落尾去日本求学了后，安怎阁行入去中国发展呢？伊对音乐教授陆撇到扫便所的工友盛志宏会帮了解，伊的后半生为虾米会遮尔坎坷歹命呢？刷落来，我就要来讲故事，互恁知。江文也本名是江文彬，老爸为淡水三支乡来到大稻埕做船运的生意。江文彬是出世伫大稻埕的大家族内，3岁时就会晓唱摇囡仔歌来斗骗小弟，4岁时就会晓唱老母教的客家歌曲《山头》，5岁时伊会趴伫大稻埕教会的窗仔口，对咧教友大声唱圣歌。大稻埕不时有戏班来搬戏，伊听啊听，就安尼嘛学会晓唱《百家春》甲《八卦调落》。1916年，日本政府摕到福建省沿海的独家租借权，日本政府鼓励台湾人去厦门做生意。台湾人伫遐享有经商免税的特权。迄时差不多有1万个台湾人去福建。江文彬因3兄弟拢去读台湾总督府设立的日本高校协营书院。江文彬上爱唱福建省内的万北、万中、万南无共腔口的天黑黑童谣。伊嘛定定坐渡轮去鼓浪屿接触西洋的文化，甲西洋的传教士学风琴、钢琴、小提琴这乐器。伫遐，伊嘛学会晓看五线谱。1923年，正敖唱歌的老母过身去，老爸无法度甲伊照顾，伊含大兄国防送去日本中野读中学。大兄捌送伊一支口琴。江文彬无师自通的分出樱花、送别、卡布里岛这的旋律，伊阁会甲歌曲改编做阁较深色的音调。因两兄弟逐年拢会转去厦门探亲，中途会伫家人休困，因也会转去大稻埕二伯的厝里，去三姊的祖厝拜祖，嘛会去老母伫花莲的后头厝。伫阿舅的厝里，伊熟悉着真侪阿美式的朋友。上田中学毕业了后，伊听老爸的话，
去读东京武藏高等工科学校，要学德国的生产技术。因为确实是真喜意音乐，暗时就去上野的音乐学校进修声乐。武藏工科学校休热时，伊要转去台北的发电厂实习。伊利用假期和小弟文公四界去听南管北管的戏剧，嘛捌坐火车去阿里山看日出、看云海，去接触到造作的音乐甲舞蹈。自正高唱歌的老母过身了后，因老爸心情大歹，逐工拢郁卒无快乐，佮拄着世界经济的稀微大萧条，船运的生意大败，老爸就开始食阿片粉来消除烦恼。阿片粉一食掉咧，就甲财产拢食了去咯。甘文彬的经济来源荒断去，伊只好去酒家走唱，趁钱来度日子。好甲在交领洋调甲春出万手甲伊帮衬，伊的生活才有改善。伊去参加声乐比赛，摕到头名，互歌剧团招去唱歌剧，担任男中音的角色。甘文彬生了缘投，人扮飘泊，前后演出托西米亚人和托斯卡。去因真济女戏迷，其中有一位上田市长的千金小姐梁德信子，对甘文彬是非常的痴迷。甘文彬伊定定有想要作曲的愿望，毋过伊作曲的基础实在是无够，就开始去东京音乐学校找老师学钢琴，嘛学作曲。一年后，因为伊的作曲老师去德国留学啊，伊不得已只好去管弦乐团食头路。伫乐团内替人抄写总谱，佮写分谱，就安尼，伊一边写谱，一边自我学习，缩学到真侪作曲的技巧。伊甲转去台北城市内佚佗的印象。写出第一号作品《城内之夜》的钢琴曲，为着要庆祝伊完成伊的第一个作品，伊也甲伊的名改做江文也。1934年，伫日本留学的音乐家组成乡土访问音乐团，由杨调家担任团长，返来台湾伫7个县市举行巡回表演。这场音乐会是台湾第一摆大规模的音乐活动，当时引起台湾人热烈的回响。其中上届演投也受到观众上大的欢迎的，就是身穿白色西装的男中音甘文也。迄阵伊转去台湾，除了去三支乡拜祖以外，参小弟文公，搁去原住民的部落收集搁较侪原住民的音乐甲舞蹈。转到日本了后，伊甲写做一首钢琴曲《青番四歌曲》。伊为着要去收搁较侪台湾的风采，掌握原住民的精神，定定会去带培火先生开的台菜馆、味仙餐厅。伊搁甲第一号作品钢琴曲《城内之夜》改编做轰动世界的管弦乐曲台湾舞曲。共迄年，甘文也和恋爱多年的千金小姐信子结婚了。事实上，信子的老爸非常反对伊和是缅地台湾人结婚，也毋过信子是爱着较惨死啊！伊毋管老爸反对，坚持选择自由恋爱的婚姻，和甘文也结婚。信子小姐爱画图，也有收藏画册、唱片这款兴趣。因定定和艺文界的朋友相招，
去欣赏迄款对欧洲来的名家演出的古典音乐会。虽然票价实在有够贵，不过伊也是照买不误。见到这款浪漫性格的艺术家翁婿，信主小姐只好变卖伊的嫁妆来过日子。自认是出世伫白灵寺之岛的江文也，伫1934年以伊的第2号作品《白灵寺的幻想》管弦乐曲，摕到日本第3届全国音乐比赛作曲组的第2名。接落来迄几年，伊继续创作、参加比赛，写出袂少好的作品。伊是年年得奖，毋过年年拢摕第2名。伫日本裁判的眼中，无定着都是因为伊对殖民地台湾来的，所以永远拢无资格摕冠军啊。1936年，第11届的奥运会办伫德国柏林。德国延续希腊的传统，也同齐举办艺文项目的比赛。日本派出5个作曲家去参加，除了第2名的江文也以外，剩的4个拢是第1名的资深作曲家。想袂到江文也的台湾舞曲得到特别奖，这个消息互日本的乐坛真无面子，超工甲这个26岁的台湾人得奖的消息淡化。毋过，互当今的《日日新报》发现了后，用大篇幅的独家报道，甲这件新闻刊出来。伫台湾的《日日新报》，当然嘛对咧用头条新闻的方式甲报出来，伫故乡造成轰动。大家才开始认捌这个乐坛的新秀。2年后的江文也，搁一摆的证明伊的实力，更钦刻断奖小品，得到第4届威尼斯国际音乐节的作曲奖。另外，住伫巴黎的作曲家，也是更钦家的纪念品，嘛真欣赏伊。讲伊是亚洲上有才华的作曲家，摕伊的作品去世界演奏、出版发行。28岁的江文也，就安尼行入去国际作曲家的行列。1937年，日本开始发动日华战争，日本人民全面投入战事。江文也互派做宣传片。东亚和平之道的电影配乐，而且阁指导为满洲国来的女主角唱歌，两人煞发生感情。江文也甘愿放弃伫日本的音乐事业，要去北京和这位女主斗阵。毋过，两人的爱情生活无够1年，就因为女主角去上海的影戏界发展。煞去啊！各位听众，恁听到这，一定就想要知影这位小姐是啥人咧？伊就是本名叫苏永芬，有一代妖姬称号的大名称白宫小姐。1940年，江文也搁再和伊的学生高文珍谈恋爱，两人伫北京举行正式的婚礼。夫人信主女婿和4个幼囝，都伫东京痴情的听候翁婿会阁倒转来。江文也伫北平师范学院做教授的时，一方面伊专心培养人才，另外一方面伊深入研究中国的古乐甲民间的音乐。伊利用西方现代的作曲技巧，中心诠释中国的古乐。自1938年到1945年期间，
是伊作品产量上界丰富的时期。伫声乐作品方面，伊完成了中国民歌100曲，伊也完成管弦乐曲孔庙大成乐章和舞蹈音乐香会团。另外，伊阁甲唐诗、宋词、元曲这个中国文学的古典诗词写做一系列的作品。1945年，日本战败，战后菅文也继续留伫中国，和夫人吴文珍做伙。想袂到这个选择，开启了伊凄惨的后半世人。头起先，伊互国民党政府掠去，理由是伊替日本政府创作东亚民族进行曲，甲伊用汉奸的名义判伊坐监10个月。出狱了后，原本伫学校做教授的头路都无去啊。加在伊的老同事马思聪伫天津创办中央音乐院，就聘请伊去遐做音乐教授。1957年，共产党的反右运动，身为音乐家的菅文也再度互打着标签，教授的职务也被撤销，互派去图书馆做整理册的工课。伊拄好利用这段时间，甲30年来收集的台湾原住民歌谣改编写出台湾山地同胞歌的作品。伊讲，这是伊要尽一份对台湾同胞情谊的作品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，菅文也嘛受到批斗，方法逐工拢爱拼10外间便所，阁被逼剃光头，跪伫涂骹向伟大领袖认罪。伊参中央音乐院的院长马思聪，阁有遐的音乐教授，拢互下放去劳改。1976年，四人帮倒台了后，10年的苦难终其尾是结束啊。菅文也才有机会继续家己进前参小弟文工斗阵收集的原住民歌谣，改编做管弦乐曲《阿里山之歌》。毋过，伊因为经过10年的劳改，规个身躯已经是虚累累啊。落尾啊，因为脑中风，摔倒伫眠床5年，一直到1983年病死为止。这首《阿里山之歌》，伊拢无再调完成。菅文也的一生是传奇，虽然伊有台湾、日本和中国的背景，毋过每一个政权拢无要接受伊的身份。伊的成就嘛，互3方面的政府挑工甲放袂记得。伊就是生做台湾人的悲哀的写照。加在伫1981年，海外的台湾人林兴克医师参艺术家谢礼发，因透过研讨会、音乐会、甲出版自传的方式，有机会伫台湾甲菅文也的作品小解互大家熟悉。这位当年流浪外乡的世界级作曲家，经过坎坎坷坷的人生，伊的作品总算是回来温暖的故乡咯。世界出名的作曲家菅文也的故事，由李占星老师译稿，罗彦廷写作台文，陈松阳、吴玉金、林基珍校对，洪伟霆讲故事，写钢琴配乐，嘛讲译稿。吴玉金读 Instagram 的字卡，郭明华是这集的编辑，周建友是执行长，我是制作人辛武平。听故事的时，若是有听无清楚的所在，请你找阮的网站台语story.com，
内底有文稿通对咧看。搁较方便的是，即马伫 YouTube 嘛会使听阮的故事，请会记你甲字幕拍开，若听若看台文字幕，安尼则看则听以后，相信大家阅读台文的速度拢会进步。你讲过我来听，要来讲100个咱袂记哩的台湾人的故事。后礼拜咱要来讲台湾医学卫生之父高木优之的故事。多谢你的收听，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。